去到越南呢，有5個地方，大家記住千祈唔好去啊！特別最後一個啊，分分鐘呢搞到你呢真係多緊頭家㗎。首先第一個當然啦，去到胡志明市咖啡廳，千祈唔好周圍去，因為好多咖啡廳呢，好多姐姐仔着條短裙喺門口呢，叫做打碟咖啡啊。去到嗰度呢，佢分分鐘呢真係教埋你學越南文㗎。消費呢，只需要買杯咖啡仔啫，就可以同佢傾成個下午20零30蚊咁嘅消費，你去邊度揾啊？第二個，千祈唔好食呢啲咁嘅殘廢餐，因為消費咧非常之貴啊！分分鐘咧連海鮮連食飯一食6、7嚿水，有個姐姐仔揸埋雙筷子夾埋俾你。一去到呢個餐廳咧，你連筷子都冇，點食飯都唔識食，咁你話點算咧？第三個，千祈唔好去越南嘅 KTV，因為裏邊咧有中文歌、有越南歌、有英文歌。分分鐘咧，嗰啲姐姐仔咧唱啲國語歌咧仲叻過你，整翻隻越南版嘅合唱歌同你一齊唱，咁你到時咧唔知點睇越南文，你啊賴晒嘢。第四個，千祈唔好去越南嘅龍宮啊，個地方黑蒙蒙，裝修非常靚，消費咧非常貴。但係咧服務又非常好，大家記住千祈唔好去。最後一個唔好去嘅地方，重點嚟啦，千祈唔好去揾啲摩托車導遊，因為呢啲姐姐仔咧搭住摩托車咧，分分鐘有啲肢體嘅接觸，大家咧一來二往，加咗微信之後，下次咧過到去咧，分分鐘咧多緊個家庭，咁樣樣咧唔知對你嚟講係好定係唔好啦。記住下，嚟越南玩咧，千祈唔好揾南哥嚇，揾我亦都唔得人招呼大家。如果有任何好玩嘅嘢咧，記住留言區話俾大家知，同大家各位兄弟分享一下，你究竟玩過啲乜嘢嘢。